後台的走廊燈光偏冷，牆壁是煎灰色的，地面鋪着深色地毯，腳步聲落在上面幾乎被完全吸收。謝霆鋒站在走廊中段，距離休息室門口大約5步的位置。他沒有敲門，只是站在那裡，像是在等一個時間點經過。幾分鐘前，工作人員前來通知他同台安排的調整方案，他沒有直接回應，也沒有確認是否已經通知到休息室裡的人。走廊兩側有幾扇緊閉的門，門牌上標注着編號，沒有姓名，但他知道其中一扇門後面坐着他的兒子。他站在那扇門前的這段時間裡，沒有抬手敲門，沒有喊話，也沒有讓助理傳話，只是站在那裡，等那扇門被衝裡面打開，或者不被打開。走廊裡沒有其他人經過，腳步聲被地毯吸收後沒有留下可以被識別的方向。他的影子在地面上被偏冷的光線拉出一道向左側傾斜的投影，投影的邊緣與他站立的位置保持着固定的角度，沒有因為時間的推移而移動。休息室的門是在大約15分鐘後從內側被拉開的，開門的速度不快，門把手被按下後停頓了一下才被拉開，像是開門的人在拉門前已經確認過門後是否有人站立。謝震軒站在門口，視線落在謝霆鋒身上，沒有移開，也沒有刻意迎向他的目光。他穿着深色外套，外套拉鏈拉到頂端，雙手插在口袋裡，姿態保持着他平時的站姿，沒有因為門外站着的人而改變重心分布。兩個人之間的距離大約2步，中間沒有擺放任何物體，那個距離恰好是他可以在不移動的情況下完整看清對方整張臉的長度。謝霆鋒未有往前走，謝震軒也沒有後退。謝霆鋒說了當天同台安排變更的情況，用陳述句完成了他的發言，沒有在句末留下需要對方確認的停讀。謝震軒在聽完後沒有立刻回答，那段時間的長度與他說出下一句話之間的停讀間隔一致，然後他說了一句：我的家規只有母親。他在說出這句話時音量沒有明顯變化，沒有因為需要強調這句話的邊界而提高音調，也沒有因為他在空間中的位置而放低音量嚟縮小他的複合範圍。他在說完這句話之後沒有留下需要被追問或解釋的空間。他在說出那句話之前已經決定不需要在句後添加任何注腳來調整他的邊界範圍。他保持着與來時相同的站姿，沒有因為已經說完了那句話而需要調整重心來離開。他在說那句話的時候視線未有偏移，也沒有在句末垂眼或轉向，只是讓那句話完成了他的功能，然後離開了門口，沿着走廊朝出口方向走去，沒有回頭。他走路時雙手仍然插在口袋裡，步伐節奏與他在走廊裡出現時一致。那條走廊的長度在他離開時與他進入時測量的長度相同，沒有因為已經完成了那場對話而需要重新測量。謝霆鋒站在原地沒有轉身，他注視着謝震軒走遠的背影，直到那件深色外套在走廊盡頭的轉彎處消失。他在那段時間裡沒有移動腳步，也沒有因為已經目送他離開而需要確認自己是否應該沿着走廊朝另一個方向移動。他在走廊裡停留了片刻，然後側過身，沿着與謝震軒相反的方向走向了通道另一側。他在走動過程中未有加快或放慢腳步，保持着他在進入走廊時的速度。旁邊經過的工作人員在與他擦肩而過時未有放緩速度或開口說話，走廊繼續保持着他應有的節奏，沒有人因為那場對話的發生而需要停下來確認他是否已經被完整接收。他在經過通道中段時看到了一面安裝在牆上的鏡子，鏡面中映出了他側身經過的影像。他沒有在鏡前停留，也沒有因為看到了鏡中的人影而需要調整自己已經保持的行走方向。謝震軒在離開走廊後沒有直接離開場館，他走進了另一條通道盡頭的休息區，那裡沒有其他人。他在靠牆的椅子上坐下，外套的拉鏈船保持着剛才的高度，沒有因為已經離開那個位置而需要調整。他在那把椅子上坐了一段時間，視線落在對面的牆壁上，牆面上沒有掛任何裝飾物，
也沒有安裝顯示信息的屏幕，只是一面乾淨的淺灰色牆面。他坐在那裡的時間裡沒有看手機，沒有接聽電話，沒有因為已經完成了那場對話而需要確認他的結果。他在到他休息區之前的路徑上經過了另一條通道，通道兩側的牆壁上沒有安裝任何可被用於反射的鏡面或玻璃。他不需要在行進過程中確認自己的位置是否已經偏移。他坐在那把椅子上，直到有人過來通知他下一項安排的時間。他站起來時沒有因為坐了一段時間而需要調整姿勢嚟恢復平衡，步伐與進入休息區時一致，走向了下一處需要他出現的位置。像柏茲是在當天晚上才得知這件事的。他通過一個中間人收到了消息，消息內容沒有添加任何修飾或評價，只是轉述了家規只有母親這句話和他的預警。他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完消息後沒有立即回復，也沒有撥打電話向任何人確認更多的細節。他坐在那裡一段時間，沒有翻開手機查看其他內容，沒有因為那條消息的到來而需要調整自己的呼吸，也沒有因為那條消息的存在而重新評估自己與那個詞之間的距離。他只是坐着，讓那條消息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存在了一段時間，然後站起來，把手機留在茶几上，走向廚房方向。他走過走廊時經過了一個磨人的房間，通過敞開的門可以看到窗外的路燈。他在經過時沒有放慢腳步來看路燈照亮的範圍是否與他記憶中一致，也沒有因為那條消息的存在而需要確認路燈的照明範圍是否集合他記憶中的長度。謝振軒在晚些時候回到住處時，客廳的燈還亮着。像柏茲坐在沙發靠近窗口的位置，手裡沒有拿任何東西，視線落在門口的方向。在確認他已經進入室內後，沒有開口詢問走廊裡的事。他換鞋的動作與平時一致，沒有加快也沒有放慢，拖鞋的聲音在地板上均勻地移動。他說了一句：我回來了。他回答：廚房有燙。他走向廚房時路過沙發，經過他所在的位置時沒有停讀，但是他在走過去之後，在他看不到的角度裡放慢了一步，然後繼續朝廚房的方向走去。他沒有因為已經放慢過那一步而需要在到他廚房後回頭確認他是否存在原來的位置，因為他在經過時已經確認過他仍然坐在那裡。他走向廚房的速度和走向其他房間時一致，沒有因為已經放慢了那一步而需要調整步伐的節奏嚟掩合他已經發生過的偏移。謝霆鋒當晚沒有通過任何方式就這件事做出回應，他沒有發聲明，沒有打電話，沒有發消息，也沒有通過中間人向任何一方確認他的立場。他回到了他的住處，沒有調整與平時一致的作息節奏，沒有因為那場對話而需要改變他當晚的安排。他在那段時間裡沒有打開社交平台搜索任何相關話題，也沒有收到任何需要他回應的新消息。他在那件外套被掛好之後，走向書桌的方向，翻開了他已經在看的一份文件。他在翻開文件之前，伸手將桌面上的手機翻了過來，屏幕朝下，但沒有按下關機鍵，只是讓他保持被翻覆的狀態。然後在他被翻覆的這段時間裡完成了那晚剩餘的活動安排，沒有因為那場對話而需要提前關閉他或重新將他翻回正面。他在翻開文件時目光落在第一行的第一個字上，沒有因為手機被翻覆而需要確認他是否已經完成了足夠多的旋轉角度來避免他無意中看到屏幕上可能出現的內容。像柏茲在幾天後的一次通話中提到了那件事，語氣和平時相似，沒有在開口前停讀或調整呼吸。他說，他跟我說那句話的時候，語氣很平。謝霆鋒在電話那頭安靜了一個人，然後說，我知道。他沒有問他是否已經知道那件事的全部經過，也沒有向他解釋自己當時的反應。兩個人在那通電話中沒有就那句話展開深入討論，沒有對家規一詞的含義進行定義，也沒有為只有母親這句話的實際邊界劃定距離。那通電話的結束方式和平時一致，
沒有因為這句話的出現而需要延長通話時長來調整距離，也沒有因為母親一詞的出現而需要縮短通話時長來重新定義方向。他也沒有在通話結束前確認他是否記得他說那句話時的語氣，因為他在說出來的時候已經確認過他不需要被再次核對了。謝震軒在那段時間內沒有向任何人解釋過他在走廊裡說出那句話的原因。他沒有在後續的採訪或談話中引用過那句話，沒有因為他被更多人知道而需要調整他的措辭或語氣，也沒有因為他的存在而需要向任何人重新確認他的邊界。他在走廊裡說那句話的時候，沒有預想過他的傳播路徑，也沒有因為他的存在而需要重新檢查門是否已經關好。他在那之後向張柏芝提到的唯一一次與那句話相關的內容，是他說自己在說出那句話之前沒有考慮過他的措辭，只是因為他是在那個時間點以那種方式出現在他的回答中。他在說出那句話之前沒有經過反覆的措辭推敲，也沒有因為他被說出後可能被傳播而需要確認他的起點是否足夠平穩，也沒有因為他在那個位置被說出後可能產生偏移而需要重新調整他的重量分布，讓他以一個更穩定的角度落在他希望他落下的位置上。他已經確認過他在說出之前不需要經過重新排列就能完整地落在他該落的位置上，因為他在被組合完成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被放置在了一個不依賴於接收者來保持穩定的位置。他當時就確認過他的終點，並且已經知道他不需要再次返回去調整他的落腳點，因為他已經開始沿着他的路徑移動了。在走廊裡發生的那場對話之後，謝霆鋒未有公開提及那件事，也沒有在私下向任何人描述過謝震軒當時的神情或姿態。他在被問及是否認同那句家規只有母親時，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說了一句他有他自己形成的判斷。這句話沒有對那句話說出的行為做出評價，沒有確認他是否合理，也沒有表態他是否接受他作為自己的定位描述，只是確認了那句話是謝震軒自己形成的，並且這個形成過程是在他不在場的情況下完成的。謝震軒在那之後沒有改變他與謝霆鋒之間原有的交流方式，也沒有因為那句話已經被說出而需要調整他與謝霆鋒之間的見面頻率或溝通方式。他在那之後沒有因為那句話的存在而與他交談時使用不同的句式列構，也沒有因為那句話已經被放置在公共空間中而需要確認他的位置是否旋需要調整。他在一段時間後的一次見面中與謝霆鋒有過一段短暫的對話，對話內容與那件事無關，不涉及家規或界限這類詞彙，句子的長度和他平時說話的長度相近，沒有增加額外的停讀來確認某些詞是否安全落地。他在對話過程中未有偏移視線，沒有在句末留出空隙讓那句話能夠被重新放置，也沒有在離開時因為已經完成了整段對話而需要重新確認門是否已經合攏。他只是像完成了一次日常交流那樣完成了它，然後繼續朝自己的方向走去。他的腳步節奏與他離開那扇門時保持一致，那條走廊在隔了一段時間後仍然保持着與他第一次通過時相同的長度。他沒有因為那段對話已經留在身後而需要重新測量他需要走多遠才能到達下一個轉彎處，也沒有因為他的內容已經完成而需要調整步伐來的應已經被釋放的空間。他已經走完了那段路，不需要再返回去檢查是否船有未完成的部分。他在走到走廊盡頭時，伸手推開了那扇門，門在他經過後緩慢合攏，發出的聲響與他在另外一次經過這裡時引導的相同，沒有因為門內外的氣壓差而改變他的間隔時間。他已經確認過那扇門會在固定的時間點閉合，不需要回頭檢查它是否已經關好了，因為他已經在經過時引完了他完成閉合所需要的全部聲響。他的腳步聲在門合攏後繼續向更遠的方向延伸，沿着走廊延伸向下一處他需要進入的空間。那個空間的門在他靠近時已經打開了一半，不需要他再停下來等待他完全打開才能通過。他穿過了那扇已經打開的門，走進了下一個空間，
沒有因為已經完成的對話而需要調整自己在這個新空間中佔據的位置。那個空間裡的光線與走廊不同，但他進入它時沒有因為光線變化而需要暫停來的應新的亮度，因為他在穿過門之前已經看到了他內部的照明分布，並且已經確認過他不會影響他的移動軌跡。他已經在這段路完成之前確認過他不需要再次測量。他已經走完了他不需要返回去測量它的長度是否與他在進入前預計的一致，因為他已經測量過它了，並且已經確定它符合他在進入前設定的範圍。他留在他那部的腳步聲已經結束了，他已經完成了，不需要再進行檢查。